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大学的学测公布着成绩，讲今年考了真无理想哦，考到高分的学生减真多。啊，这个各学校的校系个人申请第一阶段筛选的分数，恐惊会比去年减1级到5级分，创下着6年以来的新低点。可以的，上进。上进，要上进，敢有遐简单？全台湾学测考生无法收，严过对成绩单啊真感冒。因为数学一科尔，就迫使真侪影响有限，满积分干那1558人，这是10年来上少的。因为满积分的人变较少，所以讲影响到申请的标准。估计第一类组台大法律爱58积分，台大电机、清大电机爱44积分，台大医学、阳明医学爱60积分，标准比英年较低。情感上不能接受，但理智上必须接受，是说采计、数学、校系分数就是会掉。对，甚至掉到很丑的样子。像好，我们可能以往在讲说，台师大好了，我们都会估着它大概有50多一点点，但是今年你必须接受它可能48就会有了。虽然今年5科5标甲106年差不多，因为106年还未5科上济采4科的参采制度，无度全科参照，就一科一科对比，嘛互考生填志愿的时是提心吊胆。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大家都考不好，可是考不好是大家普遍的趋势，所以呢，反而更应该呢要努力的尝试。因为当别人都不敢尝试的时候，你如果有尝试的话呢，这个机会就是你的。唔通导航爱争取胜利，6个志愿要安怎填，就要看你家己想要读什么款的科系。清大嘛利用即马上前的拍开出的节目，互考生收听每一个科系拢伫有什么款的学问，唔通干那会晓看老人，一个读大学煞随后悔。